刀都磨了一下午了，会不会磨断了呀？没关系啊，这把刀磨坏，咱们换一把刀，接着磨呀。来，快吃吃。嘿嘿嘿，多吃点。皇上，你消消气儿啊，喝杯茶消消气儿。这谁沏的茶？怎么那么难喝？是奴才的徒弟小德子沏的。你怎么教徒弟的？连个茶都不会沏。皇上息怒，皇上息怒。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小德子她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求皇上您饶了她这回。皇上，皇上，你的福啊！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那刚才朕要砍她脑袋的时候，你怎么不替她求个情啊？啊！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你个老东西，一声都不吭你！哎，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这点眼力劲都没有啊？不，皇上，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哎呦，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那朕真是白疼他了。啊，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你这个老东西，挺机灵。哎，皇上息怒，皇上息怒。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哎，知道。还不快去！哎，奴才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哎，皇上息怒啊，皇上息怒。长进倒是不少，这面的针脚好多了。索大人，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了我吧？这样跟你说吧，这俗话说得好，天威难测。哎，没事啊，赶紧吃吧啊！我就知道，不能相信皇上的话。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没有想到言犹在耳，现在就要砍我头了。呸！哎，索大人，喏，说着人来了。索大人，哎，李公公啊，皇上有旨，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哦，这样啊，好，那奴才遵旨。李公公，皇上不生我气了？那还用说，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是我拼了性命不要，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姑娘，你再回去以后，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姑娘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谢谢李公公。哎，那行了，那咱们就走着。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炷香，不知道孩子们得没得手。晋王放心，这些孩子都是咱们精心调教出来的一流高手，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吴师傅，你扮起平西王侧妃，简直惟妙惟肖。这世上除了缺胳膊少腿的残疾，就没有你武师傅扮演不了的人。倩影姑娘，你还是赶紧走吧，不要留在我琪儿身边了。若是被人发觉了，不仅会连累了我琪儿，还会伤害了姑娘的性命。不仅这扮相像，连声音和神态也一模一样。那我呢？我这石副将就不惟妙惟肖了？你呀，怕是连石秋红本人都分不出真假。
太子不像易欢那丫头，每项技能都学得很到家。王妃，石将军，叶师弟已经得手了，咱们可以出去了。侧王妃石将军好。继续巡视。你们进去取货吧，我和倩影守在这儿。好，多加小心。有机关，大家注意安全。好。回去先解毒，再拿给你。好，走。
王府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不会是大师傅和太子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快撤！现在已经没动静了，可能碰到巡夜的了，已经解决了。啊，要不我进去看看？我们的任务是在府外接应，没有接到求救信号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免得打乱计划。好。晋王，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吴三桂，你居然没有率兵出征！区区调虎离山之计，岂能瞒得过我吴三桂？怎么样？你们是想束手就擒，还是想再负隅顽抗？哼！现在不是在空旷无垠的战场上，今天你手下兵将虽然众多，但想困住我们，没那么容易。冲出去！放箭！只许射腿脚，本王要抓活的。是。吴三桂拿起来！活捉他们，每人赏银千两。是。都给我住手！李定国、陈胜男，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能敌得过本王的火枪队吗？吴三桂，今天算你赢了。你把他们全都放了，我留下来任你处置。我乃堂堂大明晋王，你把我押解送京，交给康熙那个小皇帝，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而且还可打消朝廷对你拥兵西南、伺机反叛的嫌疑。那本王要是不同意呢？那大不了，我们就拼个鱼死网破。我临死之前，一剑削去自己的面皮，那我这颗人头可就不值钱了。就算你把我交给康熙，康熙也不会相信的。李定国，我才不会上你当呢。这前明晋王，哪有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值钱呢？你若肯把你这个假儿子留给我，我或许还会考虑是否放了你。哈哈哈哈哈哈！
除根了。你以为我不敢？王爷，住手！父王，你要做什么？你难道真的要学李定国那样六亲不认，连我娘也要射杀了吗？妻儿，妻儿，青阳，我对你一片痴心，我为了你，不惜挨了我父王50军棍，我险些送了命。可你呢？你竟然要杀了我亲娘！妻儿，你睁开眼看看，这就是你不惜牺牲一切的女人！你让父王放下剑。好，我这就放下。但你必须过来，拿起枪，当着本王的面，一枪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不，青阳，我不想要你的命。你把我娘放了，换我来做你的人质，就让我父王一剑杀了我好了。妻儿，糊涂！妻儿，你好糊涂，你快回到你父王的身边去。我再说一遍，你放了我娘！妻儿，你疯了，快退回来！妻儿，放了我娘！吴应钦，放了我女儿！放了我娘！爹，娘，女儿有一事相瞒。我和应钦一见钟情，虽然彼此有缘无分，但却在心中默许了终身。我不得已劫持你娘，我愿拿我的命来赔。不，千英，你犯糊涂啊！千英，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放了我娘，我也把你放了，我们一命换一命。晴儿，我爹不可能放了你娘，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爹，娘，女儿不孝，先走一步。不，晴儿，晴儿，你放了我娘！吴三桂，你快放了我们，不然我就和你的儿子同归于尽。王爷，吴三桂，现在你的女人和你的儿子都在我们的手上，我李定国一言九鼎，只要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们还给你。让他们走。王爷，走。皇上，世淑姑娘这一路上都悔恨不已啊，她恨不能要以死谢罪。皇上，我看得出来，世淑姑娘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您就饶了世淑姑娘这一回吧。
既然他已经知道错了，那朕就先留下他这颗脑袋。皇上圣明。你们都先下去吧，朕要好好亲自审问他。这起来吧。李欢，你可知罪？奴婢知罪。奴婢擅自矫诏，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是那日在御花园，皇上以龙三的身份跟奴婢一结金兰，还对着月亮发过誓。皇上跟奴婢相差1岁，同月同日不同年生，但愿将来要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今天皇上砍了奴婢的脑袋，难道皇上要陪着奴婢一起去吗？你还敢提那档子事儿？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无法无天的吧？可是你别忘了，那日在刑场，你可说过要跟朕断绝结拜情谊的。那次不算，那次是以为奴婢要被砍头了，不能连累皇上跟奴婢同生共死，所以才狠心说要断绝关系。皇上明明都知道这是奴婢用心良苦，为何现在用这些话来堵奴婢的嘴啊？你少装委屈！刚才一副豪气冲天，要偷一颗要命一条的样子，现在在这儿装什么怂包呢？奴婢没装怂包，奴婢是真的委屈。皇上金口玉言发下结拜的誓言，难道奴婢说断绝兄弟之情就真的能断绝吗？朕明白了，你就是算准了朕不舍得砍你这颗脑袋，所以就如此胆大妄为是吧？奴婢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唯一能赌的，也就是皇上的舍不得。难道奴婢错了吗？皇上真的能舍得吗？皇上，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候的情景吗？人们都说朝廷无道，民不聊生，可为何京城是如此的繁华呀？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让开！他们犯了什么罪啊？那车上还有婴儿呢，也要被砍头。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这都是特等的大罪，是要诛九族的。当今皇上这么残暴，诛九族，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哎，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极其恐怖啊？那个时候，奴婢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老成大器的少年，就是当今的皇上。可那个时候的皇上对鳌拜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的暴行亦是十分不满，可为何如今皇上也要动不动就诛人九族呢？你怎么能拿这跟鳌拜比呢？鳌拜杀的那些犯人有多冤枉？刘德昭难道也冤枉吗？杀刘德昭不冤，可是刘氏一族也有毫不知情的老人跟妇人，还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啊，他们何罪之有？皇上，奴婢并非恃宠而骄，也没有干政的野心，奴婢只是不想看着皇上的刑罚变得如此严苛。如果说奴婢矫诏冒犯了龙威，那当时在山西呢，皇上冒险抢劫官衣官粮的时候，难道也是有意挑衅皇权吗？皇上还不是出于一点点人心，怕更多的无辜老百姓饿死吗？你少在这花言巧语。朕今日虽然不杀你，但是必须要罚你，要不然指不定日后你还会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祸。来人啊！奴才在。李欢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把他拖下去，重打40大板。
皇上，世淑姑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来，她的脚伤刚刚好。世淑姑娘身子弱，这40大板她可经受不起啊！求皇上开恩，饶了世淑姑娘吧。老东西，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你会错圣意了，还不快去！这……慢着，皇上，您还有何吩咐？不用把人拖到掌心太监那儿，让人把板子拿到永乐斋来。这……皇上，你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啊？要不然呢？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的打了皇上一巴掌，太皇太后要罚奴婢手板，当时还是皇上跟奴婢一起作弊，逃过了惩罚。难道今天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你若是受过一次罚，只怕就会懂得收敛，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好，只要能让皇上出气，奴婢愿意受罚。奴婢谢皇上隆恩。撤！撤！爹，你有没有止血止痛的药啊？止血止痛的药，爹是有的，可是不能给这个小奸贼用。爹，可是他是为了女儿才受的伤啊！那是他活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跟他爹一样色迷心窍。娘，你……相公，晋王答应吴三桂，要保证他们母子平安的。晋王只是说要保他毫发无损，并没有说要帮他治伤止痛。爹，怎么了？我恨不得他的血流干而死，可惜啊，小伤死不了。建阳，我没事儿，我也不疼，你别担心。撤！皇上，要打您赶紧打吧，我这跪的腿也疼了，腰也酸了，连脖子都僵了。这老东西拿个板菜拿这么久。建营，人家平西王府的侧妃和二公子，平时山珍海味都吃得厌了，咱们这些带腥骚气的野味儿，人家怎么能看得上眼呢？大师父，他们母子和吴三桂不同，况且他们还救了我们的命。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过分？建营，你太善良，跟这种假仁假义的人相处，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当年，要不是吴三桂用我妻女的性命要挟我，
我也不会一箭射上楼的发起。父债子偿，没什么过分的。吴师傅，你这是干什么？倩影，你难道忘了吗？你吴师傅全家老小是怎么死的？是吴三桂认贼作父，引清军入关，他们全死在清军手里。现在我打他儿子几下，难道过分吗？儿子，师傅，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儿子，要打就打我吧。我叶明章，向来不打女人，但是你儿子我就没办法了。谁让他是吴三桂的儿子？那好，你骂吴三桂一句是畜生，是禽兽，是大汉奸，我就不打你。骂呀，骂吴三桂！师傅，装什么英雄好汉？你们要打就打吧，就当是我替父王还债。还装深明大义，你就是这般乔模乔样的，把我女儿的心给骗了吧？你这狗杂种！真的！爹，您忘了，女儿的脸还是吴应奇给治好的。他若是真骗了女儿的心，女儿也心甘情愿被他骗。你，相公，到底骂还是不骂？骂吴三桂！不是，师傅们，你们若还想撒气，就出倩影来吧。四师傅、吴师傅，咱们辛苦了半夜，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保留一点体力。小子，今天我们暂且饶过你，但是你得给我记清楚，那天我们几个手痒了。还是不骂？骂吴三桂！不是，师傅们，你们若还想撒气，就出倩影来吧。四师傅、吴师傅，咱们辛苦了半夜，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吧，保留一点体力。小子，今天我们暂且饶过你，但是你得给我记清楚，那天我们几个手痒了，就有你好受的。我们大家吃饭吧。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微波都是我娘，娘也不饿，你不用担心我。快回去吃吧。
你们都下去吧，这要亲自罚。这。皇上，您真的要打奴婢啊？不然呢？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你都要上房揭瓦了。君无戏言，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过来，趴下。好吧，不就挨几下板子吗？打就打。皇上，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打行吗？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不如啊，你给朕认个错，跟朕重新续个大桥，让朕做老大，你做小弟，那朕就饶了你。不行，我从小都是老小，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士可杀不可辱。打吧。行，那你就好好忍着，别鬼哭狼嚎的啊！绝对不出一声。我真打了！我说呢，平日里你蹭破点皮就哼哼唧唧的，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来有这个东西！还给我！什么东西？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奴才被打的时候，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还给我！你趴下，板子还没打呢。皇上，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皇上，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能不能打个折呀？半折、对折，20下。不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那要不然就4折15下。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4折16。皇上英明，16下，那我们就决定了，就打我16下。谢谢皇上。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给朕下套啊？我告诉你，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哎，等一下，又怎么了？您看是这样的，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我是个女孩啊，半个月都起不来，走路一瘸一拐的，多难看。要不然换个地方打。也是，真把你屁股打坏了，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朕这也没人伺候。行，你先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英琪，千影，你要干什么？上次你放了我，这次我也要放了你和允娘。不可以，这次的情况和之前的都不同，我父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若是真的把我们母子给放了，不光是你，甚至连你的父母都会有危险的。那我该怎么办啊？没事。
义父，义父，义父，这位师傅，吴三桂追过来了。怎么办？我们逃吗？逃不是办法，在这云南境内，我们只会被他们追得精疲力尽，最后结果还是一样。那以太子之意呢？我们手上有人质，而且今晚吴三桂明明可以全歼我们，却下令手下留住活口，说明我们对他还有价值。我们可以跟他谈判。很好，太子遇事不慌，处置得当。晋王，前明太子，你们已无路可逃，识时务者为俊杰，快出来投降吧！吴三桂，你不讲信用！你若是敢强攻，我就杀了你的妃子和儿子！王爷，怎么办？晋王，你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我还可以饶你不死。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传令下去，距离此处100步之外安营扎寨，听候本王的号令。卑职遵命。这个屁股打不了，手总打得了吧？把手伸出来。皇上，你干嘛呀？又要打我呀？行了，别废话，把手伸出来。我不。右手要做事，左手，快！疼死我了！你可是真英雄啊，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奴婢是假英雄，真怂包。如果皇上行的话，你试试，你不叫我就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他对他女人很好的。你又不是朕的女人，为什么这样护着你？还是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说呀，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皇上还是继续打吧，奴婢绝对不出一声。哭就哭出来，别憋着，装什么英雄？奴婢不想装英雄，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皇上，您这是不打了呀，还是改日再打呀？把手伸出来，给朕看看。怎么这么娇气？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试试，也疼。老大，不是朕想打你。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
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真要做出什么事情，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都疼死了。好了，老大，别哭了，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还丑呢，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我以后怎么见人啊？你赔我，你赔我！好了好了，打几下手也哭，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行了，别哭了，你还真赖上朕了。打了人就想跑啊？去给你拿药啊。把手伸出来。还疼吗，老大？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看你长得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疼。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朕的心里有数，别撒娇了啊！不是手疼，是头好疼。哎，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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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快传太医！在此之前，我本以为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但如今看来，吴三桂不仅知道我儿子李建清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朱慈轩的机密，而且还对我等来到滇都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就说明，这个内奸不仅仅已经进入了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更在我们在座的9个人中间。晋王说的极是，内奸一定是我们7位师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是谁？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就有种承认。只要你承认了，我等就念在与你过去的情分上，饶你一命，只废了你的武功，让你滚回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
靖王，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说出来，免得大家互相猜疑，影响团结。现在大敌当前，我等必须团结一致，不可再闹内讧。太子，你可有怀疑对象？除了义父，在座7个人当中，有5个是我尊敬的师长，还有2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不管怀疑谁，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十分难过。我此刻的心情跟太子一样，不管此前知道鳌拜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还是这次来到滇都，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因为我们都是10几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倩影跟默笙，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情同手足。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大业进展得极为不顺利，缺乏经费，条件艰苦。有些人渐渐动摇了，有些人退出了，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义父，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我们只需要核对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具体行踪，彼此印证，仔细分析。就算内奸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眼下也只好如此了。我恳请各位暂时都先退出屋去，然后逐一接受我跟太子的盘问。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不要私自交谈，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我等愿意配合晋王与太子的盘问，以查出内奸。有劳各位了。晋王、太子，眼下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而且很多人都开始动摇了，可是我们夫妇俩意志坚定，一心一意，只想光复大明，所以我们夫妇俩宁死都不会投降清廷，更不会被吴三桂这个大奸贼所利用。范兄，除了太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当年我亲手射杀了我的发妻，是樊兄你冒死闯入了战场，把易欢救出来。你们把易欢带进了明珠谷，你和弟妹一同把易欢抚养到了7岁。易欢7岁之后，我虽然也到了明珠谷，可是我大半时间都在外奔波，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还是你们夫妻2人在一直细心地照料着易欢，甚至在你们的亲生女儿倩影跟易欢同时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夫妻2人先救的也是易欢，只是倩影容颜被毁。这么多年来，他心中一直对你这个父亲有怨在心，你也对这个女儿十分的愧疚，而我也对你夫妻2人深感愧疚。义父说的是，
二师傅、三师傅，你们为光复大明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和义父一样，都是我最信任的人。多谢太子，还有晋王对我们夫妇的信任。倩影这个孩子，从小在明珠谷长大，他不可能是内奸，但他对吴应琪情根深重，他容颜被毁，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隐痛。但却被吴应琪给治好了，而吴应琪又为他被父亲责打了50军棍，这很可能是吴氏父子使的苦肉计。倩影很可能中计，无意当中被吴应琪套了话。晋王，如果倩影真的是中了吴三桂父子的诡计而泄密的话，我们夫妇俩绝不会袒护，一切交给晋王处置。娘，倩影，晋王跟太子叫你进去，不管什么事，你都要如实回答。我明白，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大家的事儿，一定会对大师兄和晋王如实回答。去吧。大师父，大师兄，我虽身不由己，对吴应琪动了真心，但绝不至于傻到出卖我们朱明联盟的机密。而且，吴应琪对我也是真心的。在他为我挨吴三棍军棍之时，并不知道我会去而复返，也不知道你们会来滇都盗取金钥匙。如果他对我不是真心的，那今晚我们也绝不可能将他结为人质的。樊师妹，你快起来！我跟义父也是公事公办，例行盘问，万不可如此。义父，樊师妹今夜跟吴应琪的情形，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夜若不是樊师妹，只怕我们都脱不了身。多谢大师兄。你先出去吧，叫你四师傅跟叶师弟进来。义父，我相信樊师妹。太子不必多言，此事关系重大，我不敢轻信任何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情感因素，尽快查出内奸。义父说的是我太感情用事了。四师傅，叶师弟，太子和晋王让你们进去。我们走吧。娘，还好吧？四师傅，叶师弟，见谅了。虽然你们已经说清楚了你们这几日的行踪，但是今夜你们负责协助我们撤离平西王府，并没有深陷包围，所以我暂时还无法排除你们的嫌疑。我们父子愿意接受晋王和太子进一步盘查，全力配合。多谢四师傅体谅，那就有劳二位先出去，帮我们叫武师傅进来。好。哎，武师傅呢？该他进去了。他在庙外的茅房小姐，我先进去吧。
六师傅，今夜在书房之中，若非你经验丰富，发现了我们未能及时发现的机关，只怕我们大家都已经丧命了。我本来不该怀疑你的，但此次滇都行动，你归队最晚，行踪也最为自由，所以你还是有嫌疑。我归队最晚的原因，是因为我去追杀裘贵了。如果让裘贵找到舒婉心，那么倾城的身份就会暴露。好，那就麻烦六师傅，把到滇都后的具体行踪，都详细告诉我跟义父吧。好。那日，我与你们会合之后，唐姐姐呢？你不是说小姐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哎呀，身为女人就是可怜，想方便都不能方便。若有来世，我一定投身为男人，坚决不再做女人了。唐姐姐，请吧。哦，记住关门哦。吴师傅，见谅。当日你留在书房之外，并没有进入书房经历机关之险，而且以你的身手，竟然会被吴三桂的护卫所伤，此事也较为可疑。有埋伏，快撤！太子，晋王。我当时之所以留在书房外，是因为我假扮了秦氏，这样方便替你们望风。我之所以会被那个小护卫所伤，是我没料到，那些护卫只是假装中了呆肉目击散之毒，被他们偷袭，猝不及防，所以才受了伤。倩影，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远处好像隐隐有响动。吴师傅，您留在这儿，我去瞧瞧。有埋伏，快撤！当时给那些护卫下呆肉目击散之毒的是倩影和默生，我们也在王府外面收到了你们发出的信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些护卫根本就没有中毒？刚才樊师妹说，她因为要假扮丫鬟，所以就将下毒的任务交给了叶师弟。刚刚默生也说过，他把倩影给他的毒下到了护卫们的茶中，是他亲眼看到护卫把茶喝下去，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护卫们没有中毒。那些护卫不但没有中毒，反而假装成了中毒的样子，诱使你们进了书房。他们本想借助书房的机关擒住你们，这样他们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但没料到的是，你们居然能够突破书房的机关，拿到钥匙，全身而退。可惜，这把金钥匙也是一把假钥匙，而且上面还进了毒。要不是樊离发现了钥匙上面的毒，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平西王府。这里面一定有人撒了谎。如果默生没有撒谎，那么倩影交给默生的呆若木鸡散就是假药。倩影，你再进来一下。
天颖这孩子，他不会。不会。就算他为情所困，也一定不会干出傻事来的。不可能，这药是我爹亲手给我的，不可能是假的。会不会是有人把药调了包？不可能。这药我一直贴身藏在胸前，没有任何人有机会接近我。难道吴三桂的儿子也没有可能接近你吗？你们不是已经……吴师傅，我和吴应奇虽然彼此有情，但我们发乎情，止乎礼，彼此之间清清白白，绝无逾矩之事。我相信樊师妹，吴应奇不会功夫，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在樊师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药给调包。如果吴应奇没有可能，那平西王侧妃秦氏有没有可能调了包？不可能，侧王妃只是个弱女子，并无此能耐，而且她也没有接近过我。侧王妃秦氏，既然吴三桂早就知晓了我们的行动，并做下了诸多的安排，怎么可能让樊师妹轻易劫走秦氏呢？千影，你说一说，你是怎么劫持了秦氏的？那一夜，我和化妆成平西王侧王妃的武师傅一起在屋外放风。当时我到了王府的花园，也隐隐感觉到花园中似乎埋伏着很多人。我正要发出讯号，就突然看到了侧王妃。当时我还奇怪，王妃不是早就歇息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平西王府来？王妃止步，今天晚上这里谁也不能进去。为什么？王爷不是已经率兵出征了吗？那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今天晚上王府内院要擒拿刺客，所以王妃还是赶快离开这里，记得回二公子府上暂避。好吧。我当时意识到情况有变，我们很可能中了埋伏，就悄悄尾随侧王妃。怎么会是你，王妃？对不起，只要你乖乖配合，我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劫持了秦氏，突然听到从书房传来打斗声，于是就带着秦氏和你们接应。平时秦氏都住在吴应奇的府上。今天这突然来到平西王府，可能他们都疏忽了，就没有派人专门保护侧王妃。既然这秦氏平时都住在吴应奇的府上，怎么会在今晚去了王府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秦氏都不可能知情，也没有机会调包。如果默笙真的把药下到了护卫的茶中，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吴三桂有呆若木鸡散的解药。樊师妹，这呆若木鸡散的解药，除了你爹，还有谁有？这药，我爹和我娘都有解药，可是4师傅和5师傅都有机会接近我爹，6师傅又和我娘关系甚好，所以他们都有可能从我爹和我娘手中偷走解药。樊师妹，那你先出去吧，我和义父还要继续跟5师傅谈谈。嗯。听说这边非常罕见，古书上的手机的。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是淑姑娘，这头疼的毛病，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微臣无能啊！
一群没用的东西！朕就问你，他这个病严不严重？朕要听实话。此病十分罕见，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若是易欢姑娘能醒过来，便能逢凶化吉。听你这个意思，他有醒不过来的可能。过了今晚，如果明天易欢姑娘还没醒，恐怕就怎么样？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你们听好了，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滚！这药呢？还没煎好啊！快，给他喂上。快，欢儿，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哎呀，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喂，接着喂！哎呀！行了，走，不要给我。是。欢儿，来，喝点药好不好？来，欢儿，欢儿，喝点药。堂姐姐进去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你们说，该不会是靖王和大师兄怀疑武师父，所以才反复询问吧？别胡说，事情尚未查明呢，不能瞎猜疑。是。你们所有人都进来说话吧。诸位师傅，我和义父问了你们所有的人，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也都有合理的理由。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弄错了，冤枉了人，我这心里……不仅太子，就连我，也是左思右想，难以决断。在此，我只想告诉这个人，不管你是谁，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些感情的。